今日已經係 AI 時代，生活嘅各個面向嚟緊都會有翻天覆地嘅改變，我哋要準備好好適應，學習點樣學習。呢個會係另一個好值得探討嘅題目。不過，我哋今日要探索嘅係嚟自一個古希臘羅馬嘅智慧寶藏。佢雖然古老，但係喺今日呢個充滿變數、資訊爆炸嘅世界裏面，顯得格外實用。呢個古老智慧就係斯多葛主義 （Stoicism）。今日我哋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Think Like a Stoic: Ancient Wisdom for Today's World》，中譯應該係像個斯多葛主義者一樣思考，給現代人的古老智慧。作者係 Massimo Pigliucci， 一個美國嘅哲學家、生物學家。同時佢亦都係一個對偽科學非常批判嘅學者，好重視科學同埋理性嘅教育。呢本書就係深入淺出地去介紹咗斯多葛主義，並且教我哋點樣去將佢應用喺日常生活裏面。大家可能會諗，哲學好似好深奧、好離地。其實斯多葛主義啱啱相反，佢係一門非常實用嘅生活哲學。佢嘅目標好簡單，就係幫助我哋去應對日常生活嘅挑戰，並且思考生命嘅更加廣闊意義。好似我哋嘅優先順序應該係啲咩呢？我哋應該點樣同其他人相處呢？以及我哋點樣去面對逆境、不可避免嘅挫折，甚至係死亡呢？斯多葛主義就係要引導我哋去活出古人所講嘅 eudaimonia， 亦就係一個更加值得過嘅生活，深層滿足感嘅幸福。斯多葛主義嘅起源好有趣，佢唔係嚟自乜嘢學術嘅殿堂，而係嚟自一個有啲戲劇性嘅故事。大約喺2000幾年前，有個腓尼基商人，有一次佢喺愛琴海航行嘅時候遇到猛烈嘅風暴，船沉咗，貨物同埋好多船員都死咗，但係奇蹟地佢冇事喎，仲安全地漂返去雅典。呢個腓尼基商人叫做 Zilon。沉船嘅經歷令到佢深深體會到，原來我哋對呢個世界同埋生活所能夠掌控嘅，比我哋想象中少好多。痛失所有嘢之後，佢開始喺雅典學習哲學，並且創立咗自己嘅門派，叫做斯多葛學派。斯多葛主義嘅核心前提只有一個，就係順應自然地生活 （live according to nature）。呢度講嘅自然唔係指花花草草嘅大自然，而係指人類嘅本性。斯多葛學派認為人有兩個非常重要嘅特性，值得我哋圍繞佢哋去安排生活。第一，我哋擁有理性；第二，我哋係天生就具有高度社會性嘅動物。所以順應自然地生活就係話，我哋要運用我哋嘅理性能力，努力去令我哋嘅世界變得更加好。而改變世界唔能夠由上而下強加於人，而係要由下而上，一次改變一個人，而呢個人就係我哋自己。要實現呢種積極嘅個人改變，斯多葛主義提供咗兩大支柱。第一個支柱可能大家都聽過啦，就係4種基本美德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。佢哋就係實踐智慧 （practical wisdom）、勇氣 （courage）、正義 （justice） 同埋節制 （temperance）。實踐智慧係話俾我哋聽，乜嘢我哋可以改變，乜嘢係我哋唔能夠改變。佢係一種判斷乜嘢應該做，乜嘢唔應該做嘅能力。勇氣唔單單只係身體上，而係道德上嘅勇氣，係挺身而出做正確事情嘅勇氣。正義話俾我哋聽乜嘢係正確嘅事情，佢要求我哋以公平同埋尊重嘅態度去對待自己同埋他人。節制意味住我哋做事情要有分寸，既唔會過度嘅反應，亦唔好做得太少，特別係指慾望同埋快樂面前嘅自我控制。呢4種美德係相輔相成㗎。比如斯多葛學派認為並冇所謂勇敢但係唔公正嘅美德。正義係一種社會公平嘅表達，適用於所有人。
透過不斷咁練習呢4種美德，我哋就能夠令自己變得更好。斯多葛主義嘅第2個，亦都係非常關鍵嘅支柱，叫做控制嘅2分法 （Dichotomy of Control）， 或者有啲人稱之為斯多葛叉 （Stoic Fork）。呢個概念係由曾經為奴隸而後來成為教師嘅 Epictetus 愛比克泰德喺佢嘅著作《哲學手冊》開頭就清楚闡述㗎喇。佢話有啲事情喺我哋嘅掌控之中，有啲事情唔喺我哋嘅掌控之中。喺我哋掌控之中嘅，主要係我哋嘅意見、動機、慾望、厭惡以及所有由我哋自己做出嚟嘅事情。呢啲係我哋可以完全掌控嘅內在事物。而唔喺我哋掌控之中嘅，包括我哋嘅健康、財產、名譽、職位等等，以及所有唔係我哋自己做出嚟嘅事情。我哋對呢啲嘅外部事物可以施加影響，但係最終佢哋嘅結果並唔係可以完全由我哋去決定。呢個概念非常之重要，佢話俾我哋知，唔好去擔心事情嘅結果，而係去關注我哋做決定嘅過程是否正確。我哋唔一定可以掌握結果，但係決定做乜嘢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。愛比克泰德用咗2個小故事嚟到去說明呢一個嘅道理。一個技藝高超嘅利拉琴演奏者，自己練習嘅時候就好放鬆，彈得非常之好。但係一到觀眾嘅面前，佢就緊張啦，發揮唔到正常嘅水平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唔單止想彈得好，佢仲想被好評，而被好評呢件事其實唔喺佢嘅控制範圍之內。另一個小故事係，有一次國王同 Zeno 呢個大哲學家會面，而國王就顯得非常之焦慮。佢焦慮嘅原因係因為佢想俾 Zeno 一個好嘅印象，但係呢件事並唔能夠喺佢嘅控制範圍之內。相反， Zeno 本人就異常平靜，因為佢冇諗過要取悅國王。佢知道俾人留下一個好嘅印象並唔係自己能夠控制嘅事，唯一能夠控制嘅就係只有盡力做好自己嘅表現。如果我哋能夠內化呢個控制嘅2分法，我哋嘅生活角度就會徹底嘅改變。我哋再唔會因為無法控制嘅外部因素而焦慮不安。愛比克泰德提出咗3種嘅訓練方式，或者話係3種嘅紀律，去幫助我哋去實踐。第一係慾望嘅紀律 （Discipline of Desire）。呢個慾望嘅紀律嘅目標係重新調整我哋嘅優先次序，俾我哋諗下乜嘢係真正重要，乜嘢只係睇起嚟重要。佢幫我哋將慾望從外部嘅事物轉向我哋能夠控制嘅內部事物，例如良好嘅判斷同埋品格。當我哋知道自己已經盡力夠啦，咁就夠好啦。至於輸贏就順其自然啦。第二，行動嘅紀律 Discipline of Action。 呢個紀律係關於我哋點樣同其他人互動，重點係以我哋希望被對待嘅方式去對待他人，帶住公平同埋尊重。即使其他人犯咗錯，佢哋仍然有理性，而且能夠學習。同時最重要嘅，佢哋係我哋嘅同伴。第三就係判斷嘅紀律 Discipline of Assent。 呢個紀律係為咗磨練我哋嘅判斷力，幫我哋去做出正確嘅判斷，從而做出最好嘅行動。可以話係前2個紀律嘅升華。當一個印象或者想法出現嘅時候，我哋唔好立即去接受佢，反而先要問下自己，呢個想法係咪真嘅呢？是否喺我嘅控制範圍之內呢？比如有人鬧我哋，斯多葛學派就會話，鬧人嘅內容只有2種可能，一係就對方講啱，一係就對方講錯。如果講啱嘅，即使再難聽，理性嘅反應就係多謝對方指正我哋。
但係如果對方講錯呢，咁錯嗰個就係佢，唔係你。你可以控制嘅就係你對呢個情況嘅反應。愛比克泰德建議我哋可以用幽默去應對呢啲情況，或者最簡單嘅就係自己離開現場。如果你走開咗，佢再想激嬲你嘅目的就做唔到啦。重點係你嘅反應係完全可以由你去控制。斯多葛學派有幾個非常著名嘅代表人物，佢哋嘅著作至今仍然啟迪住好多人。第一位係 Seneca the Younger 小塞內卡，佢就係我哋第一集講嘅塞內卡。佢係一位羅馬嘅劇作家、政治家同埋哲學家。佢俾家人同朋友嘅書信就好似一個非正式嘅斯多葛哲學課程。塞內卡對情感有深刻嘅分析，尤其係對憤怒。佢話憤怒係一種一時嘅瘋狂。佢唔係話要我哋去壓抑憤怒，而係話憤怒爆發嘅時候，我哋唔好試圖去控制佢，而係先從當下嘅情景去抽離，俾情緒自然去平息。佢仲寫過有關悲傷同埋痛苦。佢認為悲傷係自然嘅，人人都會有，但係哲學可以幫助我哋繼續向前行。我哋之前嘅集數都讀過，生命有限，唔好將時間浪費喺唔重要嘅事情上面，要爭取時間，珍惜光陰，生命審計，活得有緊迫感。第二位係愛比克泰德。剛才提到佢嘅控制二分法同埋三種紀律啦，佢曾經係奴隸，呢個就令到佢對自由同埋掌控有住獨特嘅經驗同埋視覺。佢強調理性嘅重要，佢認為真正嘅邪惡係無知，唔係缺乏教育，而係缺乏智慧。人做壞事係因為佢哋誤解咗乜嘢係好㗎。佢嘅著作《哲學手冊》係哲學界一本極其重要嘅指南。第三位亦都係最著名嘅，就係羅馬皇帝兼哲學家 Marcus Aurelius 馬可奧利略。佢嘅沉思錄 Meditations 係一本寫俾自己嘅私人哲學日記，寫咗好多實踐練習同埋深刻嘅反思。奧利略每朝早都會提醒自己有可能會遇到唔公正、唔感恩嘅人，但係佢話俾自己聽，其他人嘅惡行無法傷害佢，因為佢能夠控制自己嘅行為。而且既然我哋自己有時都會犯錯，我哋就應該對犯錯嘅人抱有諒解。佢仲會練習從高處俯瞰 View from above， 提醒自己生命嘅無常同宇宙嘅浩瀚，可以幫我哋對好多煩惱嘅事情去釋懷。同時，佢好強調感恩係實踐斯多葛學派嘅重要部分。而家我哋嚟睇下一啲對斯多葛主義嘅常見誤解。最普遍嘅係好多時都認為佢哋好硬漢、好 tough， 成日都木口木面，壓抑情緒，默默忍受一切。其實呢一種係好漫畫式嘅刻板印象。係嘅，斯多葛主義的確係強調忍耐 endurance， 呢個源自於佢哋對控制二分法嘅理解。有啲事情我哋盡力咗，但係結果唔如意，點樣抱怨都冇用，只能夠接受同埋忍耐。但係佢哋嘅目標唔係冇情緒，而係學識管理同埋轉化唔健康嘅情緒，積極培養健康嘅情緒。當佢哋有強烈嘅情緒，佢哋會提醒自己，呢個只係一個印象，唔係事物嘅本來面目，然後會用理性去檢視佢。佢哋認為後天嘅認知性嘅情緒係可以通過訓練去改變㗎。另一個誤解係斯多葛主義會教我哋點樣去成功致富或者成名。就好似我哋早前嘅論生命之短暫嗰一集都講過，金錢同名譽等等都係外部物件，佢哋係無關緊要嘅偏好物。
意思係佢哋本身係道德中性嘅，唔會令我哋變得更加好或者更加壞。擁有佢哋有實用嘅價值，但係失去咗佢哋並唔影響我哋嘅品格。塞內卡就曾經警告，過於累積財富可能會誘發不道德嘅行為。斯多葛主義真正以及最主要嘅目的係培養美德同完善品格。咁而家都21世紀啦， AI 時代啦，有冇可能將古老但係超實用嘅斯多葛主義融入我哋嘅生活呢？以下有幾個具體嘅實踐方法。第一，區分我哋可以控制嘅同唔能夠控制嘅，呢個係最核心嘅練習。喺做任何嘅事情之前，先諗清楚乜嘢係我哋可以控制，譬如努力、態度或者判斷；乜嘢係我哋唔能夠控制，譬如結果、其他人嘅反應、外部環境。然後將精力集中喺我哋能夠控制嘅事情上面。第二係哲學日記，好似奧里略一樣，每日喺夜晚花幾分鐘反思一下自己當日嘅言行，邊啲做得好，邊啲可以改進。重點嘅唔係自責，而係從經驗中去學習。第三係遇上可能嘅困難。朝頭早花啲時間預想下今日可能遇到嘅挑戰或者唔愉快，例如會唔會遇到啲我哋唔想見到嘅人，或者遇到一啲嘅挫折，提前思考點樣用斯多葛原則去應對。咁樣當事情真係發生嘅時候，就更加有準備，更加穩定。第四，練習對抗慾望同埋不適。一位斯多葛哲學家魯弗斯認為，餐桌係練習節制嘅最佳場所。我哋可以問下自己：咦，我係咪食多咗呢？食快咗，定係食咗啲唔健康嘅嘢？呢本書嘅作者話，佢自己就會做一啲溫和嘅自我克制練習，譬如禁食1日，或者冬天着少一啲衫。呢啲唔係自虐，而係提醒自己，我哋其實唔需要嗰啲便利都可以生活，咁樣亦都可以培養感恩嘅心。第五，謹言慎行。愛比克大德建議我哋少說話，如果要講，就講啲必要嘅或者簡短嘅，唔好花太多喺啲無關重要嘅閒聊上面，比如八卦其他人啊、明星啊咁嗰啲等等。呢個唔單止係為咗節省時間，更加係為咗提升我哋說話嘅質量。第六，選擇榜樣。我哋可以參考歷史上面或者當代嗰啲展現出斯多葛美德嘅人，欣賞佢哋嘅品格，並且嘗試模仿佢哋嘅行為方式。南非總統曼德拉就係一個現代嘅好例子。佢面對壓迫嘅時候，選擇咗理解同和解。喺情緒爆發嘅時候，佢選擇平靜面對，以理性去處理事情。以上講咗咁多，我哋唔一定要同一時間去做，可以選擇適合自己嘅方式，逐啲咁樣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。重要嘅係每日練習，不斷練習。總結嚟講，斯多葛主義唔係要我哋變得冷酷無情，亦都唔係教我哋去逃避現實。正正相反，佢係幫我哋更加清醒咁樣去看待呢個世界，更加專注於我哋能夠改變嘅事情，更加勇敢咁樣去應對挑戰，更加有智慧咁樣去同其他人去相處，並且喺當中揾到內心嘅平靜同真正嘅快樂。今日呢一集初步介紹咗斯多葛主義，希望呢個古老嘅智慧可以應用到我哋嘅生活當中。最重要嘅唔在於完美，而在於持續嘅努力同埋實踐。多謝你聽到呢一刻，願你有美好嘅一日，再見。